以下係銅喉卡壓式接駁嘅應用示範同一啲良好作業嘅例子。施工人員喺施工前需參與安全簡報，並進行動態風險評估，以了解施工現場環境，移除潛在風險及進行預防保護。施工範圍應以紅色護欄劃分出危險區域，以防止施工時有不必要嘅人員進入施工範圍及受影響嘅區域。施工前應妥善做好保護工作，及喺施工前穿着適當嘅個人防護裝備，包括安全鞋、安全帽、防割手套、護眼罩及耳塞等。施工人員喺進行銅喉卡壓式接駁前，必須先檢查卡壓工具運作正常，並詳閱製造商嘅操作手冊，嚴格遵守當中嘅安全指引。同時，亦應根據相關作業嘅守則及法例，選用合適規格嘅喉管同配件，以確保施工質量。另外，施工人員需檢查所使用嘅工具係咪已經根據廠商指引進行校準，以確保工具操作正常及量度準確。進行銅喉卡壓式接駁嘅工具同物料包括充電式卡壓鉗、對應不同喉管尺寸嘅專用模具、銅喉及專用嘅卡壓式壓接配件、銅管切割器、銅管收邊器、拉尺以及記號筆。步驟1：量度及切管。首先，量度所需喉管嘅長度並作出標記，然後使用專用銅管切割器進行切割。步驟2：去披風及清理。利用銅管收邊器去除管口披風，清除細小尖刺及碎屑，以免刮傷壓接配件內嘅 O 型圈，並降低滲漏風險。步驟3：深度標記。先量度壓接配件管端至子檔位嘅距離，並喺銅喉外壁標記相應嘅插入深度，用以監察銅喉係咪已經插入到適當深度，以及喺卡壓過程中銅喉有冇移位。步驟4：選擇合適卡壓模具並安裝。挑選對應管徑嘅卡壓模具，喺安裝前必須先切斷卡壓鉗嘅電源或拆除電池，避免安裝時誤觸開關而引致意外。安裝及鎖定模具後，方可重新接駁電源。開啟卡壓鉗並進行測試，確保運作正常。步驟5：檢查及裝配。檢查喉管及壓接配件，確保其內外冇明顯損壞或污染。完成檢查後，將管端插入配件至深度標記位置。步驟6：正確卡壓。將喉管與配件嘅接駁位置對準，放置於卡壓模具嘅壓環之中，並保持與喉管軸線垂直，確保居中對位。進行卡壓時，應握穩卡壓鉗，並喺壓環外適當位置輕扶喉管。啟動卡壓程序後，保持卡壓鉗平穩，直至自動完成整個壓合循環，切勿中途鬆開或扭動工具。步驟7：壓後初檢。首先進行目視檢查，壓合成型應均勻，冇偏壓，核對深度標記，以確保管端冇移位。跟住進行輕拉檢查，以適度拉力確認喉管結合牢固，冇任何鬆動情況。完成整個喉管工程後，施工人員應檢查喉管有冇出現滲水或漏水情況，並進行水壓測試，確保喉管出水正常。
完工後需清潔施工現場，徹底清理切屑，適當回收或棄置物料。其次，進行工具保養，清理卡壓鉗口同壓爪，檢查係咪需要添加潤滑劑，並將電池進行適度充電後妥善存放。最後，依照使用指引，定期進行校準及維修保養，以確保工具保持最佳狀態。